台湾零销保电武隆宫香火鼎盛，防晒文昌帝君已经降声明，相当灵盛，定定会当看到信众影印准考证前来参拜。所以庙方伫4月份拢会举办金榜题名、食道竞争发挥，为应写主题祈福，深受欢迎。今年的金榜题名祈福活动也将伫咧4月17号举办。咱永康区4间高中以上，4间国中，11间国小，拢总要将近200名的得奖者的表扬。上主要就是这个咱讲的学业相当的重要，但是品德更加的重要安尼，所以庙方这个技术人员跟心得有志一同，认定讲爱趁这个祈福法会来咱庙院做一下表扬安尼，互这个学生就业学子在学校会当尊师重道，在家庭在家里能够注重伦理道德观，把这种正能量提升后摆出社会品德至上，这个重点。17日当天，除了有金榜题名、树道竞争发挥，庙方更首度办理迎富脱伞祈福法会，提供招财钱宝予信众所取。仕途高升，像这个伫银行做商理要进行经理嘛，做兵3粒玫瑰要进行角你伫公司副董事长要进行董事长。也是要考律师，也是要考这个种种的晋升这都因为信徒出自有人，拢会来面欢迎，所以咱庙方今年特别举办较大场。注意表示，迎富脱伞的发挥不只是为了招财，其实也是为台湾祈福，希望疫情早日退散。因为疫情退散了后，大家生活才会当恢复正常，经济才会当顺利成长，才会让每一个人拢财源广进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